第三届金钻奖的颁奖典礼，伫日月潭的温泉酒店来举办。由宜兰的大溪摕到金奖，新北市的乌来摕到银奖，苗栗的泰安摕到铜奖。经过竞争比赛，宜兰大溪摕到温泉界十全十美奖金奖，新北乌来、苗栗泰安分别摕到金奖和铜奖。在评鉴过程当中，除了美食以外，还有一些伴手礼，很丰富的这些体验式的游程。除了十全十美奖，各省北港溪、台北沙帽山、台北阳明山分别摕到优质服务奖的金银铜奖。除了泡温泉之外，还可以到来体验我们的这个深度旅游。台东地本、屏东茶城四中溪、台中乌日分别摕到观光友善环境奖的金银铜奖。第三届金钻奖拢总7大奖项，期待伫咧后疫情时代，社民众来到温泉区旅游，带动温泉观光的旅游商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